要早顿，准备出发。蝴蝶谷水墙伫台中市和平区国馆地区的上福部路内底，是国馆启向唯一有水墙景观的路线。Google Map 找上福东麻丹鹿野区，为这个上福登山口行到蝴蝶谷水墙，来回行扣困差不多4点钟久。他就开始录了。喵！我们现在在松鹤登山口，先尿尿。尿尿区，洗手区。上完厕所区，然后这里是私人停车场。等一下，我们就要从这边开始上山。预估谁今天会先走不动？我觉得有可能是我，因为我昨天屁股超痛。哦，你看我穿这个，你干嘛没跟他比惨？向游东麻丹，远望东宝山，5月细树散。行文大自然，脚步对互岸。细字无是本。哦，水好干净哦！早知道带泳衣了。蝴蝶谷水墙，景致有够赞。
忝甲鼻皮喘。大家拢平安，欢喜搁美满。